乐国任逍遥，随意玩耍，成青龙跨彩凤，无量尊严，不惧寒不惧暑，无数无管，无阴阳，无对待，至理纯然，暇无事任遨游，先天妙境门卷来，或下棋，或将琴弹，吃的是仙桃点琼浆玉一穿的是登云鞋仙衣仙山老母娘的心声。二论无极为圣域至善宝，静静而应通，万法万类根源，自从那骄子会气数以道为母，我命七佛治理坤乾，万八在气数并天使成就，又在指丑会满地是完全清气，升为天盘部，至星斗浊气，降凝为地土海山川，至盈会天地交日月和照会阴阳和阴晕，万类生全，此即是先天妙开辟之本，无极静态及动黄及坤乾老母娘的心声。三道即理理即道虚灵之妙道，生一一生二二又生三，一本散万殊哉，自无入有其奥妙，是神千亿难尽言，天即成地即立，万物其北东土，无人焉，缺少女男，那时节为母，我无奈之处，方舍我九六子西降凡间屡次的差援佛东土，而下来一次反一次不肯治，凡无奈何为母，我造下且九三山颇弘罪了菩萨，佛难设一个大仙池，其来洗澡，趁机会先一邪收回礼，天众佛自救醒来，不见母面，又不见先一邪，可在哪边老母娘的心声？四为娘我悲痛泪源自呼唤耳众等速东奔，莫要在脸，如若是先一邪教与尔等耳，哪个亦不肯在是至凡折树枝和树叶，遮寒地冷，饿了吃松果子，可引心泉众佛子如调回悲哀悲叹，问母我至何时方把家还母？言答三期末，打开普度清烧书清寂性清度佛缘，降道乃为救良善，降劫乃为收恶煞，血泪以于叹子归，须用真心体会老母娘的心声。末节时期，把握经现效圣法前，不为考验坚守愿解共赴龙华，极乐国任逍遥，随意玩耍，成青龙跨彩凤，无量尊严，在理天极乐之天国里，任意逍遥游玩，随意玩耍，成其青龙，化作彩色凤凰，任意去来，显现无量尊贵与庄严，不惧寒不惧暑，无数无管，无阴阳，无对待，至理纯然，理天无寒暑冷热，总是恰是温度，无拘无束，亦无阴阳之对待，只有纯然一环理气，理天以跳脱一切阴阳对待，故无阴阳寒暑之分别对待，自性至理纯然，通达无碍，故无数无管，暇无事任遨游，先天妙境门卷来，或下棋，或将琴弹弦，暇无事则任意遨游，观赏先天美妙景致，或下棋娱乐，或弹琴消遣，理天之境无
愿之事。举凡一切活动，皆随心之所至，意之所乐而为之。吃的是仙桃果琼浆玉一穿的是穿云鞋仙衣仙衫，吃的是仙桃仙果，喝的是琼浆玉意，穿的是仙衣仙鞋。仙桃果蟠桃之果实，亦称仙桃。蟠桃实洲即东海有山名杜所山，上有大桃树，盘曲3000里，曰盘木。武帝内传7月7日，西王母降，以仙桃4颗于地，帝时折收其核，欲种之。母曰：此桃3000年一时，中下地薄，种之不生。帝乃止。论无极为圣欲至善宝净净而因通万化万类根源理天是至善宝地，是无极的境界，至圣之疆域。此地至虚至境，感而遂通万物之造化，是以